Hello，大家好，同大家睇一個咧沙田廣場一個最新放盤，咁啊3房1次嘅單位，咁啊業主改做2房，咁啊單位全屋有裝修嘅，咁啊有配備一個大露台，咁啊望翻個開揚嘅山景，咁啊單位面向西北嘅相當之高私隱度，咁啊基本上可以還原翻2房咧就即買可以即刻住噶啦，咁啊裝修非常之新淨，咁啊上面積有612尺，我哋而家一齊睇下先。一入到嚟咧，大門口就見到呢個客飯廳。客飯廳咧係長方形嘅設計，正廳式。咁全屋咧換咗磚地，容易打理。咁露台原本咧個原裝嘅露台咧，咁亦都業主已經係裝修過啊。咁啊令到景觀咧變得好開揚。咁露台業主都裝修過嘅。單位咧向翻西北，咁啊望翻個開揚嘅山景。前面咧一大開揚沙田市景，咁我睇翻客飯廳位置啦，咁啊可以擺放到大量家私嘅，4至6個人嘅山場冇問題嘅。咁業主改做開放式廚房，有3邊工作台，咁亦都預留位置可以放到呢個高身嘅雪櫃。咁我再望一望寢區啦，第一間房同第2間房業主打通咗，景觀咧望翻向呢個山景嘅。咁呢度係第2間房。咁沙田廣場咧，佢個單位特色就係比較多窗，廳房都好大，咁啊非常之受家庭客嘅歡迎。咁啊呢個浴室啦。有大量嘅儲物空間，咁我哋睇埋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亦都非常之大。